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第一堂哈，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透过闪恩游命师母的歌声，让我们得到很大的激励。他将他的信仰历程以及他经历的神的恩典，透过诗歌、透过见证来分享给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二堂哈，它的主题叫做天父的慈爱哈，天父的慈爱。那牧师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了哈，在6月的时候。蔡成功牧师还有游命师母他们都来过跟他女儿哈。当时我们听到师母当时是客串，说唱一首诗歌来回应。听到他唱的诗歌，大家就觉得唱一首太少了哈。所以大家就跟他约好说，再一次再来到我们当中以他当主讲了哈。所以今天蔡成功牧师有来，但是他到湖山门教会去分享。那就师母跟他的女儿来到我们当中哈。那游命师母她现在在牧养的是上帝的部落司马库斯，我们开车从台南大概要7、8个小时，是最偏远的一个部落，但今天成为神祝福的部落。很多人这个千里迢迢就想要去走一走，特别现在是非常漂亮的枫叶季节哈。很多人要去订房都要提早订，不然那没有位置。去那边现在已经很凉冷了哈。如果没有民宿可以住，那就不行了。那真的感谢主，我们的师母在几年前跟我们的蔡牧师他们一起回到他阿公当牧者的时代的司马库斯教会。经过这几十年变化太大了哈。他要分享神给他的一个恩典，以及他的生命历程。那师母呢，她本身从神得到特别的恩赐，有诗歌的恩赐，而且是自己作词作曲。她还录制了他们司马库斯的专辑哈。我本来说以为他们会带过来这边义卖，不过现在他们这个很珍贵，你要上山才买得到要到他们的司马库斯的那个接待中心哈，还有他们很漂亮的这个诗歌的 CD 这样子哈。那我们真的很感谢主，他们呢一边侍奉主，一边也每一次司马库斯不是礼拜天这个时间一大堆游客都来。司马库斯虽然很漂亮，但是白天一早也没什么地方去也没有 shopping 的地方所以他们就邀请这些客人都来教堂。礼拜堂，那牧师来布道，师母来唱歌。你看，他们人自动来的不是百般邀请，而且要付钱来的那么就在他们的教会为做见证分享，真的是神特别安排恩典。那详细他们由师母他们自己来说了那今天我先介绍他们来的团队就是师母的家庭很多人都一起来我们先介绍是我们的游命师母来拍手。他2个女儿上一次有来过就是我们的五帕还有拉瓦2位等一下他们也要一起服侍。今天很难得这个师母她说牧师没有在她旁边，她会有一点紧张所以她就特别请妈妈来。她的妈妈叫拉瓦老外我们原住那个泰雅的阿嬷是不是叫雅雅？是不是？雅蒂就是阿嬷来了我们当中还有呢，我们的师母她的2个侄女侄儿一个是忧郁来站起来，我们欢迎你还有达尔他们为什么会来呢？因为他们2位已经在大学读书了，都在高雄，所以知道应该是姑姑是不是？还是阿姨姑姑要来，哇，平常要去见个面很困难他们就来这边一起见面了那时间真的很宝贵，我们圣歌队说，我们的诗班呢就干脆我们暂停一次了，全部都交给师母好了啦师母要站在前面一起跟大家分享。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师母，来，你们一起来。好。我们先来看影片。
2016年的时候，我们录制了首张部落的专辑。Kalang mo semangus, lungun di subalai luwah, oh. 到台中国家国立交响乐团来录制。部落不大哈，全部大概只有40几户，总人口数大概只有200位，200.5还在妈妈的肚子。我平常有时候就是教族语。教了18年的族语，这是总干事，这是我们的总监大家爱乐的总监，他帮我们录制。这位拍手的是现任的头目马赛头目，如果你有去过参加晚会，都会看得到他。这是我的老公啊。是亚浪牧师。现在的声音是已故的一届长老头目，他的声音其实这个是用科学的方式把它剪接，其实他已经去世很久了哈，回天家很久。这个是他的太太的声音，他现在还在，也是大概70岁。我们部落的族人都会聚集在一起，分配工作，然后在一起祷告上帝，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部落，所以我们被称作上帝的部落。我们部落的族人因为离都市很远，所以他们都有自己做房子的这个技术，真的很厉害。是水蜜桃园，大概是7、8月的时候，有空可以上来。是小朋友啊，现在都长大了，有一个还在台南护专读书，今天他回部落哈，感谢上帝，感谢主。司马库斯部落是一个上帝非常祝福的部落。当我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也不是学音乐的，但是神就是在这个机会里面让我可以去创作。但是当我要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我不是很清楚要从哪里开始。那我原先以为去用我们的头目一介长老他的梦来去做这个的起头，但是怎么样都做不出来，直到就是快要说要做专辑，那个时间迫在眉睫的时候，的祷告上帝，说我真的写不下来，怎么办呢？然后于是祷告了几个晚上，神透过内住在我里面的圣灵对我说，你只要荣耀我的名就好，你只要荣耀我的名就好。一介长老他所做的，我都已经纪念了。
于是乎这首歌很奇妙的就把它写下来的，里面其中没有提到任何一个人伟大人物的名字，只提到说上帝用他透过他圣洁的话语，上帝用他圣洁的话语来帮助这个部落，是神自己在这个时代里面呼召司马库斯能够来见证他的荣耀，因为司马库斯从过去没有到现在是如何去经历上帝的恩典。过去被人称作黑暗的部落，可是弟兄姐妹没有放弃对上帝的信仰，遵守着上帝对他的诫命，因为我们相信这块土地是上帝给予的。上帝又让我们找到一个非常大的巨木，它的年龄大概已经超过2000年了，那么大的一个巨木，神让我们找到它，向世人显明上帝他奇妙的创造。司马库斯部落现在在做的就是这些事情，而我恳求我们的弟兄姐妹，也让我们常常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就像刚刚牧师讲的，我们不光只是赚取我们生活上面的需要，我们要见证这位基督耶稣的大能，是他亲自的把他的右脚也放在司马库斯，就如同我们以届长老他的梦境一样。司马库斯，当耶稣的右脚踏在司马库斯部落的时候，就许多的人涌到司马库斯来，连地都会震动。哈利路亚！我想到耶稣，他说，当耶稣的十架被举起的时候，就吸引万人来跟随我。我相信富强教会，我感受你们的爱。刚才第一场结束之后，我们下去喝咖啡，然后那种爱，你跟我都不认识可是你跟我里面那个爱是耶稣把我们连接起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信耶稣的，我们是一家人。我渴望如果你第一次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也能够经历到这样真实的爱。哈利路亚！现在我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Mahoy su Balayla Utukayan 它的意思就是谢谢你，我亲爱的天父上帝。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是凭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以弗所书1章7节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我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孩子，但是我真正知道耶稣的时候是26岁，因为我知道主他接纳我这个不完全的人。我认罪，我悔改，我听见主对我说，孩子，不论你犯了多大的罪，我一样爱你。孩子，不论你犯了多大的罪，我一样爱你。于是我放下我自己的伪装，我放下我自己好像师母的威严，我放下我自己的身份，我只是天父的孩子。他代替了你跟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为了我这个罪人。Imatatahawiyay lamapuhawanyan magiksahoy marahu hanasunyarhiyan bugin bedunong niya nanat isumrahu Yesus wan suking iwan kinkay hamu wan seramus puteyus ikan aba
ya bautukayan segalusu kuaras kuler mahoy subalayla ya bautukayan bangsamu kuaramu lemabuhawannya magiksahoy marahu hanasun yarhiyang pukin betunongnya nanap isumrahu Yesu wan suking hiwan kinke Seramos puteyu jika abaskin kayhanmu abaskin yakena sakule mahoy supalayla yaba utukayan segalusu kuaras kule mahoy subalayla ya bautukayan bangsamu kuaramu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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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hoy subalayla ya bautukayan segalusu kuaras kulim mahoy subalayla ya bautukayan bangsamu kuaramu mahoy subalayla ya bautukayan segalusu kuaras kulim mahoy subalayla ya bautukayan bangsamu kuaramu bangsamu kuaramu Haleluya. 耶稣的救赎，好像我欠了千万的债，而我的债主对我说：“你不用还了。”的时候，所有的黑暗、权势都离开了我。于是我愿意为他为生，于是我愿意忠心服侍他。于是我愿意把我自己献上，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司马库斯部落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他们是一起工作的哈。虽然大概有80%的弟兄姐妹是一起共同工作的，那他们领的薪水是一样的。不论有恩赐，比较有恩赐的，比较会煮菜的。的姐妹主厨领的也是一样的钱，头目也一样的钱哈，所以有些时候弟兄姐妹啊，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或者是游客们说，哦，这个不太，真的很考验人性哈，如果每一个人薪水都一样，然后呢所做的工作有的比较强啊，有的比较偷懒呐。我常常有时候听到弟兄姐妹真的是我们是人，我们有软弱，会互相的抱怨这个抱怨那个没有到啊，有的迟到啊，可是他们都是自己是当老板啊，
你要怎么说？又是自己是有的是自己亲戚哈，自己都有时候就会很多的抱怨。有一次我自己在灵修的时候，我就为弟兄姐妹来祷告，希望他们可以认识耶稣。我就创作很奇妙，就创作这首歌叫《耶稣基督》。然后对我来讲，耶稣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当然我们不可能像耶稣一样，但是我们可以过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样貌，就是学像耶稣。所以我里面有一个歌词是这样写的，Maqavaku ingasan， 学习耶稣的样式，它里面有爱，它里面有谦卑，它里面有温柔，他遇到不公义的事情，他勇敢地站出来，他正直，他且默默地工作，他充满属天的智慧，他背起十字架，不埋怨，也不离弃，也不停留。他一心一意、忠心顺服，祷告他的主。这首歌就是这样创作来的。其次，然后也对我一个提醒。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对于圣经的解释，或者是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经历都不一样。但是，我想圣灵保惠师主要的工作是引导我们认识这位耶稣。对我来讲，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圣灵的位格，是让我们把自己或是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不是带到我的面前，不是带到某位名牧师的面前，是带到耶稣的面前。也是这首歌也是对我一个很深的提醒。当我创作完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神学的理念在里面。虽然我也不是念过神学的，但是每一次的牧师的分享，或是弟兄姐妹的生命故事，也让我渐渐的对圣灵的位格有所认识。我相信在这个时代，我们要更多的来认识这三位一体的上帝，他引导我们越来越像耶稣他自己。我用这首歌跟大家分享。马太福音11章29节，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哈利路亚。Masabalay, masahayo, maramun matayaw, mahasing ilungan, mapangayo ika. Inisahong, inisarek, initaparu, sisatama, sisikutok, sipajimugarak. Masing ilungan, mapangayo ika.
会翻来无度感恩，是不忘你耶稣基督，经历完经改汉姆，大后也满了给无度感恩，马会满来大少谁人，把自发如不能跟人，马个发故应该散，应该散，那耶稣基督。愿我们都学像耶稣一样，愿我们都学像耶稣一样。金和银我都没有。有一次我在灵修的时候，又再次读到彼得使徒行传3章6到9节，彼得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鸽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上帝。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上帝。我们常常会从小时候在主日学都会听到这个故事，但是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经历的不同的时候，对圣经也有不同的领受。那当时候我领受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其实也是对我自己有很深的感动。第一个感动是司马库斯部落，从前真的是很贫困哦。我们知道以前黑暗部落的那个时期，他们吃的只有小米而已，还有地瓜。然后山上打猎物这样哈，那现在现在是真的，上帝很祝福，我们现在几乎每一家都有很好的车子了，然后每一家都可以有自己可以盖房子，所以真的是很感谢上帝。那有时候我们出去跟同工就是牧者的餐叙的时候，都会开玩笑说。哎呀，牧师师母，司马库斯的师母来了，牧师来了，哇，要这一餐要你们请客了。我说好，没有关系，我说很好，我们来请这样哈。其实我们也没有说多富有到哪里，真的是弟兄姐妹很辛苦，这是辛苦钱呐哈。但是我这么想是说，上帝为什么那么祝福司马库斯部落？是我们。把神真的是以神为中心的部落，我相信神同在的地方，我相信我们的生命有所不一样的时候，接受耶稣基督，好像我自己以前我不是认识神的时候，我的生活非常的乱，很失去那个失序的，可以说是失序的。但是当我认识神了以后，我有智慧去管理我的生活，包括对儿女
包括跟先生一样。其实我不是个性很温柔的人哦，其实我也是很硬的人，因为我是那个头目的女儿，公主嘛，我有一点公主病真的啊，我爸爸是马里光头目哦，总头目哈，所以我是公主，所以我的牧师常常说你这个公主病嘛。可是我是公主，我干嘛嫁我还是常常打赤脚啊！我去山上，我可以去山上啊，因为我可以小时候跟我爸爸去背香菇嘛。那我牧会跟他去到很多地方啊。我有时候跟弟兄姐妹，他们做什么我也做什么，我也不算公主了，但是我的个性也蛮硬的。但是因为认识耶稣以后，他成为我的生活的样式。然后借着圣经不断的自己去探究、听到，然后听弟兄姐妹的分享的时候，我自己也得着很多的帮助。我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师母啊，有时候我常常会骂人呢，对，但是那个弟兄姐妹们也都很害怕我。可是神改变了我以后，很多那个姐妹都会来找我。听他们的故事，然后有时候我就把它写下来，变成一首很美的诗歌。所以，司马库斯或是我自己遇见了这位耶稣，就好像我们读到的这个经文，那个瘸腿的，每一天常常被人家放到美门里面淘气，但是彼得看到他的时候，看见他的时候。彼得就接纳他，就爱他。他说：“我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我创作这首歌里面也有有一句歌词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不是我的名，不是我的名。”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建立自己的王国，特别我们有时候服侍的同工。我们可能有恩赐的，有才干的，我们有时候会忘记我们会忘记了自己是谁。我们不过是神的器皿而已，我们不过是神流通的管道而已。所以这首歌也提醒我自己，成为一个要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我只是神的器皿而已，所以这是给我自己一个提醒的一首歌。那我这创作很少，我几乎都是用族语创作了哈。因为我是第一个是我觉得用族语敬拜神是那么贴近神，就好像你们用台语，那个有时候中文是没办法去解释的，对于神的那种敬拜。但是这首歌我就用国语来创作，感谢上帝，金和银我都没有。我把我认识的耶稣给你们，希望我们能够，不论你可能信主很多年的，你也解释圣经了，我们可以脱去脚上厚重的鞋子，有时候像小孩一样，在耶稣的面前，放胆的跳舞。有时候我很喜欢跳舞，我躲在家里面跳舞哈。牧师每次说你在跳什么？我说我是公主啊，我是天父上帝的公主，所以我就跳嘛，我就唱嘛，然后我们一起来荣耀天父上帝的名。金和银我都没有，金和银我都没有，我拥有的只是耶稣，我把我所有的给你，金和银我都没有，金和银我都没有，我拥有的只是耶
起来行走，他就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名，荣耀荣耀归神，他就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名，荣耀荣耀归神，荣耀荣耀归神。我们起来行走，我们起来宣扬耶稣基督的爱，哈利路亚！深不见底的爱，耶稣的爱，天父的爱，是那么样的深不见底。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好喜欢这首歌，这是在赞美之泉的一个专辑里面。那我听到的时候，我就想要给我的主日学小朋友来唱，我把它翻译成主语，它里面就讲到说深不见底的爱哈，深不见底的爱是无条件的爱，那有一次就是上个月10月的时候，儿童主日学他们在唱这首歌献唱的时候，我看到很多我们的长辈们都在掉眼泪，因为用族语他们比较听得懂。我看到他们都在掉眼泪，是神触摸到他们，因为孩子的声音是那么样的单纯很干净，所以我的这些小主日学的小朋友们，我就教他们常常用诗歌，因为现在很多也不太会讲族语嘛哈，但是我希望我的族人们，我的下一代，我可以把我们的族语可以传承下去，所以我常常用诗歌来教导来教唱这样子。所以我这个时候要请我的小女儿劳娃，她的声音也是很纯净哦，她是现在是在国中3年级，我的小女儿，对我来讲，我有3个女儿，每一个都是我的天使。我每次牧会啊，我爸爸不在的时候，他们就陪伴我，都是我的小天使哈。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去经历这位天父上帝，他透过爱子耶稣基督无条件的爱，他也可以来服侍上帝。我们用这首歌《深不见底的爱》来跟大家分享。我小时候的样子是这样的。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不论做对做错，爱我一样多。认识你之后，不再为自己活，愿神灵帮助我来经历你更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爱你心想造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根头发，天赋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不论做对做错，爱我
造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根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如果你会唱，我们一起来唱。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按你心想造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根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圣经里面说，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不论做对做错，爱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爱你的话，好不好？在你的心里面说，我愿意接受这份爱。耶稣他用单纯而且又纯净的爱来爱我们，是无条件的爱。谢谢耶稣，谢谢。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按你心想造我，深深认识我，每一根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容易打上来哈。你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按你心想造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根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这是我妈妈，人家都说她是我姐姐，也是哦。我谢谢妈妈培育我。牧师不在的时候，我也需要有人依靠，她是我最好的代祷，也是很爱主的长老。原来他是上帝的歌星。当他在五专的时候，我有做一个梦，我梦到凤飞飞来到我的家里，我一直在拍手。我不知道这件事。真的，我到现在那个梦我都还没有忘记。原来他是上帝的歌星。谢谢，原来这个妈妈都知道了哈，天父也知道，好吧？我们最后我们全部哈，我再来唱一首歌，哑巴舞度，虽然没有在 PPT 上面，但是这首歌也是司马库斯算是国歌哈，因为从早上、中午、晚上，我们都跟天父的爱一起。好，这首歌就是这样，哑巴舞度哈。Rahu
真的好感谢我们的游明师母哈，我们邀请一个，他们送5个哈，这个是物超所值了哈，你们看每一位都是天生的歌手，天生的歌手。今天呢，透过2堂礼拜，我们的游牧师母他将的生命故事，他的诗歌，特别是他创作的一个心情，分享给大家。那我期待今天有我们幸福小组的 Best 我们的慕道友一起来到当中，期待透过他们所唱的诗歌分享见证呢，能够让每一个心灵得到触动。就是我们人生为了自己的生活、健康、家庭打拼，但是有天父的慈爱，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更扎实，你的生活更得喜乐跟平安。感谢主。那刚刚透过师母她的分享，他们一家的一个见证，牧师有几个感想，也邀请我们这些 Best 我们的慕道友，大家一起来加入我们这个美好的这个上帝恩典的大家庭。那我们台湾有16族的原住民，虽然人口部落少少的，但是他们每一个都具备了神给他们天赋的恩赐跟恩典最近呢，我们台南的西拉雅族又被正式宣告是新的一族了西拉雅族，因为他们在平地已经都平地化了，都讲台语啦、国语啦，但是他们现在又把他们的语言恢复了。台湾是多山的一个国家，所以呢，各民族他们有独特的，因为以前的这个地理的隔绝都很独特的歌声，他们的很多的习俗真的是丰富了我们台湾这个民族牧师记得较年轻的时候，常常有机会代表台湾的教会去国外参加他们的一些活动啦、国际会议啦每一次只要说我们各国有没有什么表演我们大家都愣住了，没办法，不然拿什么来特色？衣服也没有特别的特色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歌声，最多只是唱《望春风》这样子还好，如果在团队当中有原住民，我们就安心了。他们一出场就是注目的焦点，感谢主。所以我们台湾呢，因为有原住民，他们本来就是我们的原住民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大哥大姐，他们就老早就住在这边好几千年了他们神给他们最美好的就是歌声、体力、健康，还有很多运动那他们的生活哲学更值得我们学习。早上第一堂牧师有提到说，原住民呢，他们住在山上神给他们丰富的恩典，一个天然的冰箱，所有的食物随吃都可以拿得到。他们有天然的冷气就不用我们再装冷气，他们就很凉爽了他们有天然的脚力，要爬山越岭，他们都难不倒他们。那真的是神特别的祝福。我们期待我们台湾人有一个自我的觉知的语言，说希望一生有一次能够环岛不然用什么方式环岛？用走路的、骑车的另外还有是一生能够有一次爬玉山那个难度就很高了，对不对？现在我想在座真的爬上玉山的很少，尤其他有管制。但是牧师现在加了一句，就是说一生有一次你要去司马库斯真的有机会要去，因为只要你有时间、有车子，你就可以到达。那我们的师母他们现在还在那边牧会，如果有机会你就去到那边跟师母说，我是从富强教会来的但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公司化了啦就是一个大营业团体不能说特别谁优待，不过他们可以跟你们做很好的向导，而且可以到他们的全部是原木做的礼拜堂那边敬拜上帝。我知道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去过了
可以安排，比如说春天去看樱花，或是秋天这个时候去看枫叶，夏天去吃水蜜桃，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去感受到他们上帝的部落怎么样从最贫瘠、最偏僻的山，要从新竹竹东要开4-5个小时才能到达的后山，现在变身成为最欢迎的景点。他们的民宿盖的比我们平地的还漂亮，因为就是很多的客人愿意去哈。那讲这一些重点是在于说，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他们在最偏远的深山，神都这样的眷顾他们，这样的祝福他们，因为他们认主为大，他们尊主为大。我也期待在座的弟兄姐妹，只要你把自己的心交在主的身上，注目在神的恩典，你就发现神会为你预备，不是自己去盲目的去摸索、去追求，而是以神为第一，你就得到恩典。这时候牧师呢，要邀请同工来带这一首诗歌回应诗歌慈爱天父那有的我们的敬拜团他们会唱，那我们就因为这首诗歌刚好跟今天师母的主题